是是，好，那我们掌声鼓励，但是还不要放下来哈。我们看一下哈，第一个，海样的多，它要让它聚焦，所以它聚焦哪些水果是台春，它就是我们所谓客家话的台春，就是当季，哈，它出量最大的那种水果，哈，闽南语叫做丢席嘛，哈，我们叫台春，哪种果子绕呛出来台春，那一方面。它最便宜，另外一方面是怎样？它最安全，因为它不太需要农药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哪些是当季的蔬果，这样是不是把很多蔬果就缩小范围了？这样学生学习压力也不会那么大。好，那老师的素材也会聚焦。第二个，他探讨的是我们买了这些蔬果要如何烹调，是需要一些调味料的。那我这边会建议哈，因为后面也是耗的问题，我这边会建议改成坏。为什么改成坏？因为调味料在我的感觉是可加可不加，可是为什么我要加？为什么我要加？比如说鱼，为什么一定要涂一下盐巴？为什么？好，那为什么有些菜一定要加什么？那是不是为什么的问题？所以我觉得这边如果改成坏的问题，又可以再缩小。好，为什么要使用调味料来提味？因为为了好吃，为了新鲜，为了去腥。有了这个坏之后，你后面的好才会有脉络，对吧？为什么我们要加这个？我们就用这个如何去做做看，就知道那个为什么是不是有道理的。好，所以这是我的建议。我觉得中间可以用坏的问题，为什么要使用调味料来提味？好，这样子可能你的更聚焦。好，非常好，谢谢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但是我不知道，就是今天就是可能标题设的就是它比较好想那个。对，然后我们就针对那个日常的美食，可能就因为老师昨天就是有跟我们说，日常美食不一定是一定要先从客家这边，可以先问小朋友说，大家平常会吃什么食物这样子啊？所以那我们就直接就从这个部分就直接说，平常喜欢吃的食物有哪些，然后再进行到下一步，然后连接到说，那可能为什么节日要有一些节庆，他会特别吃这些食物。然后接着再下一个，然后就说直接针对就是客家的美食，那我们就是直接，我们这个其实本来就是要做的，所以就是那就如何做出这些客家食物，也许跟小朋友讨论，可以票选啊，他们这些食物里面，然后可能哪一个他们就是有比较想要做的，然后做完以后可能再问他们说，那可能也许有后面的延伸问题，说那你吃完这些食物，你们的感觉是什么？可能就可以又带到不同的这样子。好，掌声，谢谢。有没有？我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去田里，而且那个田里那时候还没有，他们该洗锅哈，就是他们干嘛？他们洗天，就是还没有放水插秧嘛，哈，所以田里面真的长了好多鼠曲草。然后那些鼠曲草呢，摘回来我们要去晒燥，把它晒干之后，就走在走面班，然后是很当季。我们哪一组来，哪一位师长来报告呢？好 ，OK。我们这一组就是介绍那个园长，他的麦克风是可以的，要打开来，我声音大声。因为还有人录影，对，好 ，OK。我们这一组介绍的是我的身体，是生理动作与健康这个范围的。那我们第一个是介绍我的身体的各个部位。所以就是认识身体的客家话的说法的地方，然后再来就是脏了怎么办？就是我们认识了我们身体，小朋友容易在外面玩耍的时候弄得脏兮兮的，所以我们接着就是教健康的，要熟练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。那就是脏的时候怎么办？然后顺便就教一些用具啊，还有一些句型，就是洗的要怎么洗这样子。那再来就是。为什么我们要穿？为什么我们要穿衣服？所以我们介绍了那个要符合社会的礼仪，然后还有就是保护身体的概念，所以教一些穿戴的东西，对。然后再来最后就是要保持身心健康，所以我们教一些情绪的东西，这样子。好，还不要放下来哦。我觉得这一组哈，他们思考的点
他们的课程其实非常的丰富，从第一个身体有哪些部位，这是不是 what 的问题，到我们的身体要怎么清洁，脏了要怎么清洁，如何清洁，然后再到第三个，为什么要穿衣服、戴口罩、戴歹膜这些服饰，从身体你看我们从原本的身体一直扩张到配件，为什么要使用这些配件？是坏的问题。那这一组呢，他们去对应他们的领域的课程目标，他们发现说，为什么要穿衣服？要让孩子发现说，穿衣服除了保持身体健康，它可以保护身体。比如说，为什么要穿袜子？光脚也可以。那为什么要穿袜子？就比较不会被刺伤。为什么要穿衣服？就不会着凉。好，为什么要戴口罩？才不会得 COVID-19。这些就是这些配件，其实是为了保护身体用。那他们要去对应领域目标，发现说，除了保护身体，还有一个是要表现出个人的礼仪，所以他们有去对他们的领域目标，所以非常的好。所以他就让孩子觉察说，要好好的穿衣服。然后最后呢，他们又再扩展。回到我们的内心，身体除了外表的保护之外，还有内心的保护哦。内心的保护就是情绪，所以这一组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来回回思考他的课程，然后去对应他的领域目标，而且从具体到抽象。这对孩子的认知领域、社会领域还有情绪都很有帮助。所以这一组我觉得他的课程很符合那个幼稚园的领域目标，来来回回，虽然花了很多时间，甚至刚才卡了有点，让我有点惊讶，因为凤玲一直是我崇拜的对象。我去苗栗的幼稚园沉浸式教学，带着他们的3本绘本去，当下就有人跪求卖给他。我说不行，这是我们园长特地寄来给我的，不给好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是，当一个老师来来回回思考课程，教的东西就会很完整，学生的探究就会很深入，他就不会是表浅的现象认识。这也不枉我们花那么多时间，放弃华语用客语教。目的是为了这个。好，我们给凤林幼稚园掌声，谢谢。其实大家每